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母吼，食一个老吼，目睭拢起花，拢无甲你注意着，唔知影讲吼，你转来以后吼，遐尼啊好着。安尼也好啦，咱大家新妇吼，也做遐尼久啊，咱两个嘛拢真会合，亲厝吼嘛足念阿喜的，恁两个来当煞做对吼，这嘛是算一件好代志啊。阿母，你哪样拢想到这啊？哎呦，春啊，免歹势啦，反正哦，人这嘛有这个礼仪的，这小姐吼接兄嫂，免惊歹势啦。还是讲哦，是我较早家己无想到啦。若看这个情形哦，阿喜啊，我无紧甲带一个某吼，嘛毋是办法。紧带出来，我嘛较安心嘛，对无？是讲阿春啊。你毋来计较无吼？阿母，我哪会计较咧？我是讲，这款代志，也毋是我一个人同意就会用的啊。你嘛爱有问细节。细节，细节，起床啊啦！细节，起床啊！嫂，起锅起面吼，我已经准备好势啊。早顿我嘛已经准备好啊，咱去食。嫂，你遐功夫啦？我应该做的啦，赶紧去啊！紧去啦！紧去啊！师舅，哎呀，师傅，来唱，你哪人无代志啦？紧去啊！我跟你讲，阿妈有代志要替细姐讲。什么？你要学阿孙啊撒泼啊？安尼哦，
阿母就免搁去甲你找一个某啊。啊，咱安尼等家吼，对阿春啊嘛有一个交代。阿母啊，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，你莫讲耍笑嘿。啊，是啥物人咧甲你讲耍笑哈？我讲的拢正经代志啦。啊，你平常时对珍珠啦、阿春拢足好的啊。啊，我甲你安尼拍算，讲有啥物有无妥当？阿春啊是我的兄嫂，珍珠啊是我查某孙啊，我和阿春啊根本就无迄种感情，你莫有白牵啦。阿喜呀，人这查甫查某吼，无感情，等若结婚生囝了后的时候，才来培养感情，还阁袂慢的啦。啊，规定哦，你对方若无讨厌对方，安尼就用的啊。阿母，你咧老翻颠的啊，回头我无爱啦。我咧注意的吼，你袂用甲我讲无爱啦。阿母，你这是讲真还讲假？你看我呢，敢咧讲假？你要倒啊？我话还袂讲完的呢。你若搁逼我，我就袂转来。阿喜啊，阿喜！哎呦，这个囡仔讲安尼啦，啊，我都唔相信讲，我无法度甲你主张你的婚事。阿母还袂困哦，还袂死心，搁咧等我，绝对搁咧烦阿春仔的代志。我搁是偷偷神秘的房间，较袂麻烦。阿母是要将阿春配互我。细姐，阿嫂你哪才暗才转来咧？你是安怎啊？阿喜啊，阿母吼已经决定好啊啦，要互你甲阿春啊吼杀做堆，明仔载再来拜公阿妈。你上较好是听阿母的话吼，莫搁甲我走出来哈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你若把门锁起来。阿姨啊，遮尔暗才转来，巴肚已经会枵吼。来啦，坐啦。阿母有准备物件要互有食。阿哥有准备酒呢，是要互咱两个人饮到杯酒的。来，较讲，还是我较高，我较会啦。我若无想这个办法咯，毋但要等到伫当时才有法度抱孙啦。我怎么保庇啊？搁一杯啦。时间已经足晚，咱来困好无？阿嫂，袂要紧啦，我上尾一杯。你到即马搁叫我阿嫂。哦。阿春啊。若拄着喜事吼，精神就袂好啦。你一杯，我嘛一杯，安尼较等我较袂歹势啦。好，最后一杯上尾一杯，来。咱食菜。袂食啊。无咱上尾一杯好无？上尾一杯，来。阿春。袂啉啊。阿春。阿春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。好起来啊啦，阿喜啊，阿春啊，日头晒尻川啊啦。是讲我暂未甲因杀做堆，啊，今仔日困较
这公阿妈也袂办嘛，袂用的咧。阿喜啊，阿春啊，好起来啦，手面洗洗，好来拜公阿妈了。我来倒伫遮。阿姨呢？好袂啦，我是要入来哦。阿春啊，哎呦，啊你那衫裤还袂换啦？紧啦，我家嘛拢太好啊，好来拜公阿妈。阿喜的。阿母啊，阿姨毋知走去倒呢？哈？唔知走倒，啊人咧啦，透也是走倒安尼。哎呦，我也无看到啊，我拄仔起来，我都无看到伊啊。啊是走倒安尼啦，哎呦。阿母啊，阿姨一定半暝啊，为窗仔走出去啦。哎呦，你实在有够含慢的啦！啊，你顾一个人都顾袂好势啦。春啊，啊你昨日甲喜啊有安怎无？都是无遮生气啊！我实在吼，互你老甲有影。啊，但我这做老母的吼，该做我拢做啊啦。啊，你有才调无才调，好办阿喜的心哦，拢爱看你啊啦哈！哎，哪安尼啦？阿喜哦，已经走去外甥婆阿因兜啦。姐妹啊，快，趁热吃啊！我给你做了那个花生啊炖猪脚，很补奶水的啊。来，你去趁热吃妈喂。来，谢谢妈。哎呦，宝贝哟，我奶奶喂，哦，乖哟，乖哦，哎呦，好，不哭哦。哎呀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也是够你累的。怎么会呢？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。阿姨啊，出来！阿姨啊！这谁呀？在外面鸡毛子鬼叫的。阿姨啊！听这声音好像是阿喜的三嫂。阿姨啊！哎，阿春呐，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阿喜不在这边。我不管了，叫阿姨！阿姨，拿出来！哎，你到底是讲理不讲理啊？你这个女人！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阿喜没有来这里嘛。你莫甲我骗啊！阿喜也无代志，上爱来遮。以前的代志我也莫计较，啊，不过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准阿姨来恁家。嘿，那阿喜又不是3岁小孩，他爱去哪就去哪，你凭什么管他？你是他老婆啊你？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是因老婆啦，我就是因某啦，因太太，你知影无？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就是因某、因太太、因牵手，你听有无？听清楚无？结婚啊？当然嘛是结婚啊。恁当时结婚，我哪唔知？早暗的代志啊！阮大家将我甲阿喜杀作堆，阮2个就变成翁仔某啊！真的是这样子啊？当然嘛是真的。早暗，可是我甲阿喜的洞房花烛夜咧。昨天晚上是洞房花烛夜，你今天早上就跑来找阿喜，这不就奇怪了吗？嘿，阿喜逃婚了，你都是你害的啦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甲你有啥物关系？阿喜介意，你嘛介意阿喜，所以哦，今仔透早找无伊哦，我头一个就想到你啦。你唔通黑白讲，我甲阿喜是普通朋友尔。普通朋友，喂，头前搁会知影7岁呢。哦，阮阿喜哦是社会年纪上，伊若是无介意你，哪会介绍你的囝呢？哼，别人是看袂出来，你哦点点食三碗公饭啦，我知啦，你莫骗人啊啦！哎，你在这边胡说八道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欺负我媳妇，我跟你讲啊，她跟阿喜可是清清白白的哦。你点点啦，过去的代志我也莫计较，啊，不过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准你甲阿喜啊、甲阮翁哦高高甜。哎，你什么狗狗底啊？你再啰嗦，对你不客气，我告诉你。你比大声哟！做茶搁化疗茶，你是安怎？什么查的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创啥？你出去！我爱出去要安怎？我甲你警告，以前不准你甲你阿喜高高甜。走呀！我家己要出去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你不准甲阿喜斗阵啦。好了你，滚啊你！走啊你！哎，真是气死我！早就跟你说过，叫人阿喜啊不要到咱们家来，省得人家误会。这下好了吧？人家找上门来了，这话要是传出去有多难听哦！孩子过来，好，我去。不要结婚，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我哪会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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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阿喜啊，等你是安怎呢？无得无定，还行来行去。哎呦，你是不大枵枵，等下恁三嫂啊，就甲你送便当来啦。莫讲阮三嫂啊，我即摆听你的名啊，骹尾拢冷。啊，伊佫是安怎？发生啥物代志？讲来话头长啦，拢是阮阿母啊。阿姨啊，阮三嫂来，甲讲我无伫的。无啦，安怎？谁人阿姨啊？阿姨，哦，王伯啊，阿春啊阿，姨有伫无？伊无伫咧，伊去巡逻啦。哦，阿姨啊，阿姨，阿春啊，都甲你讲伊无伫咧出去巡逻啊，你毋知？敢有影？有啦。王伯啊，阿姨的铁马伫外口，伊是安怎去巡逻啊？伊都甲我讲啦，讲伊今仔日都伫要用行路的，啊，四界去巡看看咧啦。你无骗我吼？无啦，我哪会骗？王伯啊，你是我的时段，我老实甲你讲哦，阮阿母哦，家已经调好势啊，就等阿姨转来要拜公妈呢。啊，今仔日又佫是啥物好日子？要无咱就抬价佫拜公妈。当你嘛爱拜，因为拜了后，我甲阿姨就变成翁仔某啊。莫滚笑啦！恁做翁仔某结婚的代志，我哪拢毋知影。王伯啊，我本来拢是真谢你。昨暗，阮阿母将我甲阿姨杀做堆，我甲阿姨已经同房啊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你甲阿姨两个人同房啊？我这个小囝啊，阮两结婚的代志啊，你惊我知？王伯啊，你无甲我恭喜一下？哦，我真是太恭喜哦，恭喜哦！要是讲阿喜啊，因老母啊，虽然安尼做，阿喜啊，敢遐尔啊听话来答应啊？伊哪有可能无答应？我是真实的哦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你无相信哦？我毋是啦，我是只感觉讲太意外，太意外啦。王伯，无安尼啦，我踮遮等阿姨转来吼。哎呦，阿春啊，等你搁遮等哪有路用？阿喜无遐尼紧转来啦。呀，你毋是讲厝内面咧抬价拜公妈，足无用啊！你毋着转去斗相共？哟，抬价拜公妈真无用吼。对。哦，我转去等伊吼。王伯啊，我等嘛是转来，该甲伊讲，我伫厝等伊哦。好啦，吼，爱甲伊讲吼。小囝啊，啊，毋说就是爱甲伊恭喜咯。阿姨啊，阿姨啊，出来啦！走啦！阿姨啊，真甲你恭喜你结婚咯。啊，不过我甲你问个，你要坦白讲哦，哈，你若会你讲安尼，甲人斗阵啊爱咧，啊时到再搁反悔，再搁无爱，你即款代志你做会出来啊？冤枉啦！昨暝啥物代志我嘛无做，咁真实嘞！当然嘛是真实的。我一世人的名声有拍败了了。阮阿母实在真糊涂啦，啥物兄嫂都配小姐。阿姨啊，你来，你哪来遮啦？你三嫂哦，四过咧找你呢。你老母甲你甲阿春两个人送做堆，是真实的。佫是阮三嫂讲的。伊有来阮兜找你，伊佫讲讲啥物？讲恁昨暝已经，你莫听有白讲啦，伊是我兄嫂，我是伊小姐呢。恁也无爱试看卖，甲接受，对伊较好淡薄。你阿母嘛是真希望恁两个会当结婚。我三嫂无可能啦。毋过，伊真介意你，伊嘛真欢喜，恁阿母会当甲恁两个人送做对啊。我知影啦，这讲起来我嘛毋对啦。自细汉，阮三哥就上听话，但是伊过身了伤早。我看阮三嫂一个人可怜，
所以我定定照顾伊啦。是袂到1到5岁，我对伊有意思。你毋相信？我相信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真好照顾别人的人。但是好心才害着家己啦。我想，你还是较紧转去啦。转去，我味都袂赴啊，搁转去。你安尼死过味嘛，毋是办法啦。你爱转去好啊，甲恁母啊、甲三嫂讲互清楚。伊若死过找你找无，一定足着急的。